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表，读宝要表。第二条，读表这是读文音，表代表是代志或者是物件外缘的一面，咱讲是表面。另外阿哥的时势，咱讲是哥表；阿姨方面的表亲，咱讲是姨表。像讲有表兄、表姐，也有表小弟、表小妹。另外展现出来，咱讲是表现，表面显示，咱讲是表示。也有把戏剧内容表现出来，咱讲是表演；也有发布一个消息或者是文章，咱讲是发表。这个背音读做表，这是古早神上早帝王的造钟；也有现代文件分格，咱讲是表格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表记，代表是爱琳娜互相交换信物，当做婚约的记号。第二个词读做表名，代表明确来表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送给爱琳娜一卡手指，当作是爱情的表记。结果对方颠倒搁嫌疑，讲手指无表明，要安怎来做证据？害阿明强强唔知要安怎来回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表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